喂馬咪朋友，大家好，我係 Ken。聽日就初三啦，咁啊代表初三搏殺組咧，祝各位馬年呢馬到功成，馬運亨通，財源廣進。最緊要咧，聽日贏多啲。聽日咧搏殺場次就揀咗第二場呢個嘅4班1200米，間睇賢者威風呢，一枝獨秀頂頭大熱2.461.5位置。咁次已經去到6.6倍，機不可失啦。咁然後就一隻半熱啦，有成7、8隻10倍，另外都係冷門。標題話俾你聽，有隻大冷呢，我覺得其有機會爆到出嚟。當然啦，贏就好難，但我覺得呢，有機會爆到冷皮，分鐘有成過百蚊。到底係邊一隻嘅冷皮？一陣後邊再同大家介紹下啦。聽日當然啦，一啲嘅初三就好多嘅多寶嘅3T 有個大額嘅2800萬。第二關又唔係好難嘅，得11隻馬添，因為黃明波退出咗。睇下大家會唔會揾跨境寶馬或者咧有型人去做膽啦，聽日可以買多啲嘅。孖 T 亦都有多寶，就喺個第一號孖 T 有100萬。總獎金600萬，咁當然啦，呢一場嘅第二場就係我呢一個搏殺場次，咁可以幫到大家啦。咁另外嘅場次呢，包括係最後一個嘅第5號孖 T 又多啲嘅，有400萬嘅總獎金。大家咧可以喺呢兩口嘅孖 T 呢就玩多少少。4連環4重彩都有多寶。4重彩嘅多寶呢，就喺一個嘅第8場見到先啦，有100萬多出嚟。咁另外睇下就其他場次啦，最主要都喺第8場因為發聲，同埋第一場都有嘅。可能呢，就希望大家呢，叫做先拔頭籌，1同8場，仲有個第11場亦都有呢個嘅4連環重彩多寶，尤其11場最尾嗰場有成200萬咁多。咁當然大家亦都可以玩多啲啦，喺呢啲咁嘅場次。好啦，如既往啦，先同大家講呢日嘅搏殺場次，後邊再同大家講到咩騎師王買，連馬獅王值得買。好，先講翻第二場先。亦都係俾4貼士大家，2隻一半冷同埋1隻嘅大冷門。第一隻其實都唔使點講噶啦，因為9號嘅賢者威風呢，一定要揀翻。上次阿布文去騎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布文又唔算話好盡力，就輸咗俾呢個逍遙人生啊，聖木高球呢啲。我會俾翻片大家睇，咁樣輸俾逍遙人生。咁如果你話嗰場布文好有心去騎呢，應該轉彎唔喺呢個位嘅。綠帽綠袖藍衫呢就係跑尾二嘅位置。佢喺你前面呢個嘅發高球成7、8個馬位。咁最主要係佢嘅積極性呢，確實即係都唔係話好夠，都唔係平時嗰啲布文。我嗰場就12倍嘅，咁可能幕後都唔係話太過睇好。好啦，咁呢度拉咗出嚟，開始慢慢咁推進啦。呢度又炒下幾下，打一邊慢慢嚟，又打一邊，隻馬有喎，但係都唔算話太過肉緊一部分。好啦，呢度再推，再打多2、3下，但係呢幾下又唔算話非常之重變。當然啦，最後嘅走勢係好凌厲，咁追翻個第二。但係如果你話再可以再撻翻早着啲嘅話呢，分鐘都唔止第2分鐘有機會贏埋嘅。聽日就換走咗一部分啦，換下大師傅潘頓大哥啊。雖然大哥又冇同呢隻馬夾檔過，但係即係幕後都擺明車馬啦，即係布文讓即係俾埋阿潘頓呢，潘頓一定係認真嘅，有分咗呢啲呢，長期客戶嚟嘅，長期合作嘅，所以聽日潘大哥一定係揸乾揸淨噶啦，一定會。如果有翻上次咁嘅水準嘅話，
我覺得呢隻馬三甲應該都冇問題。最主要咧，聽日就冇擺咁後啦。聽日10檔睇下阿潘頓點樣應變，可以跟翻上居中嘅位置就更加之好。不過呢一場咧，我就唔係話太建議大家揀膽啦。咁我覺得大家係可以互穿9號先啦。有買 win 嚟講，我覺得可以買冷少少嘅，互穿翻啦。呢一隻就，第二隻就機不可失，都係可以揀翻嘅。上一次就表現比較失望，又唔算話騎錯啲乜嘅，講真，即係上次嘅谷草千二，比起前仗大前仗咧，即係嗰啲即係差輸少少，就有啲嘅差距。嗰次嘅機不可失就稍喺內欄嘅，有機會係嗰隻馬係一開始喺立羅，所以擺咗喺後邊嘅位置。以前面嘅幸運星球走得早，所以完全係後邊好似都唔算話太過催策翻嚟。咁嗰場我覺得當佢嗰場嘅心情冇太，所以先打一叉啦。當然隻馬嘅千二賽績係確實好嘅，頭兩仗都可以跑到前列翻嚟，包第三。今次轉去沙田係有啲新鮮感。我覺得都係一啲嘅好事。呢啲嘅千二試閘咧，千二嚟閘咧，咁佢都還可以嘅。力拼認真考驗，力拼第二啊，咁嗰個即係表現都算 OK 啦。叫有埋做足準備去跑一場嘅草地，所以有啲新鮮感就搏一搏佢。不過我覺得 win 係難啲嘅，win 咪到去啦。我覺得互村係可以揀翻。第三隻開心樂園有冇揀到？跑咗兩次嘅咁季，上次又跑得即係好一般啦。擺咗喺前面就翻到嚟散咗，一翻到嚟仲更加衰嘅就係喺12嗰陣咧，佢就不良於行，有機會喺試閘啊，或者咧喺操練嘅時候咧先導致嘅。2月3號先叫做通過翻，成差唔多4個月都冇跑，呢啲都係一個問號嚟嘅。我又覺得呢啲馬叫我觀望住先啦。雖然佢試翻閘個表現都係 OK，但係去到正賽咧，真係都未知呢個從化嘅1000草閘喺度睇啦。大部分就均速完成，即係都係俾佢均速叫叫保養翻住先，就唔話諗住再谷佢住先啦。今場都係暫時觀望啊，俾隻馬順翻走先。就下次再揀啦。好啦，個半冷門咧，就想試下8號嘅小魔怪。呢隻馬都比較上想中冷，今季跑過1200嘅，可以跑到 Q 翻嚟，都算係幾唔錯。當然啦，嗰場係俾人打得而贏嘅，俾資本狼人3個馬位，但係佢係排13檔，資本狼係排1檔，資本狼係排即係3班馬嚟嘅，可以擺咗上前少少嘅位置，再走翻一段，即係已經都唔簡單嘅啦。嗰場我覺得如果有咁嘅表現嚟講咧，呢一場亦都有少少爆冷嘅機會。當然啦，近排嘅1200就唔算話太好，即係上一次。但可能呢啲馬咧，亦都係需要跑啲形勢啊，跑啲心情嘅。幕後都未必話一定推測到，所以我覺得呢啲馬咧，佢有即係有1200值嘅話咧，我覺得見到個賠率，我覺得係幾值博嘅。間睇到16倍3.6位置，我覺得可以試下買 win pay 互串都得嘅。呢隻小魔怪，博佢喺呢個1200再有表現啦。好啦，其他嘅半冷都冇揀到。千杯經典我重磅一劑，
上次又揾阿黃志雲又減翻啲磅，買谷草1200，又今次又翻嚟一個沙田1200，咁啊轉嚟轉去咁嘅樣。咁始終呢隻馬咧，我覺得佢嘅谷草咧近年都係比較耍家，所以今次都係放一放佢先啦。不過宜昌江輝都冇揀到，咁呢隻馬上次跑直路都 OK，我依家又轉翻去跑1200，雖然第一次係贏得好凌厲，但之後唔明點解呢隻馬冇想象中咁犀利，可能又要再摸索翻啦。我今次我覺得即係跑第3都仲要減分，唔知評磅員係點樣諗。今次咧我就先放一放佢先，我再觀望下啦。另外就係3個人都冇揀到，上次冇乜表現啦。雖然今季贏咗一次谷草1200，但我估呢啲馬咧，鄭俊偉未必再去，因為今季其實已經夠數，所以我覺得等下季仲更加好啦。一季一場其實都已經夠噶啦，咁啊，但係再諗啦。和道風就新出，即係都暫時未有啲咩數據俾大家睇，因為啲馬都係睇咗一仗，又下次再諗啦。另外好多你嗰度冇揀到，我呢隻馬最大嘅弊病咧就係漏閘。咁上一次漏閘咧翻到嚟輸近咗2有4運3馬位，但如果冇漏閘真係會表現得好，但最主要係解決漏閘嘅問題。今次我都係暫時觀望，因為沙田1200即係呢啲漏閘唔可以又唔係閃失嘅，咁而且居中位留後嘅馬咧都唔係話太着數，所以今場先放一放啦。咁去到大冷門啦，我翻嚟想試下搏一個咧難以置信最冷嗰隻7號嘅怪獸波士。咁加緊81倍10幾倍嘅位置咧，上次係120倍嘅。但係又唔係話完全係毫無走勢，又唔係話完全咧即係拉停咁滯。雖然佢確實喺後邊，怪獸波士，但係最後都追咗幾隻馬翻嚟。當然啦，你話要佢突然間有表現係即係好難下，但係有時呢啲亦都可以搏下啲大霧。咁呢隻馬其實佢試閘試一個谷草啦，雖然唔係太好。望空拍實沒對力度減弱，但都唔係話輸好遠啫，3個零馬8厘4。我另外一次拍試呢個從化草地中段立臂呢個猶有餘勁嘅擺咗想前面走，竟然可以捱到第3。所以咧，我覺得呢啲馬又唔好話完全抹死嘅，講真。但聽日如果佢可以走到上居前或者放頭嘅位置，嗰一個跑法，分鐘嗰個結局又唔一樣。咁聽日巴道啦，都識係爆冷啲嘅騎師嚟噶。咁希望呢隻大冷門咧，可能有啲驚喜俾大家睇。咁我呢啲馬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下買 pace 楞腳都得嘅。咁買 win 就應該都難啲嘅。即係如果你話如果你要買 win 嘅話，賢者威風係可以買嘅。不過咧，我覺得如果你要買狗嘅話，我覺得確實係要買重注嘅狗。好啦，咁中意你初三搏殺組朋友咧，記住撳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對於場有冇睇法，喺下邊留言，咁我同大家一齊去交流一下嘅。咁建議咁夠上一線嗰個線上課程入邊有條恒常人知嘅公式，點樣推導出嚟，同埋啲3D 嘅數據，簡易制式咧係啲3D 數據提煉而成嘅，會令你慢慢咧更加之快捷同埋方便。又可以適用喺固定彩池、變化彩池或可愛彩池。咁亦都有好多嘅實戰案例咧，教大家點樣去用呢條制式嘅。有興趣嘅朋友，我哋嘅網站咧去報名參加。好啦，咁就遲啲咧，亦都會開一個叫做搏殺貼士群。除咗呢一場之外，咁可能其他嘅搏殺場次啦，即係殺一場啦，用呢個搏殺場次嘅制式咧，去做一個貼士群出嚟。咁遲啲如果有嘅話咧，就再通知大家啦。聽日咧就講呢個騎師王練馬師王先。
騎師王聽日確實混亂嘅，我覺得潘大哥有1.95，但係我覺得幾人安嘅記錄到大，雖然幾人安以嚟到呢度都好似未贏過騎師王，好似咋，但係我覺得聽日佢手馬確實係靚嘅，有機會即係可能都客串期都唔算話太耐啦，所以可能會俾靚馬佢出擊。咁啊，呢啲靚馬都唔使點介紹啦，喜尊龍絕對係一隻聽日贏面都確實幾高嘅馬。咁又後邊野飛馳亦都係啦，呢啲上次已經嚼完一次啦。所以4.5嘅幾人安，大家可以試下考慮諗一諗。另外嘅練馬師王，練馬師王反而中意蘇慧儀，因為講真，喜尊龍確實場次塞晒，今次跑呢場1000，我覺得好明顯，即係要攻堅。跑唔跑經典杯另一回事啦。第一場嘅1000咧，馬連杯啊，即係開個運，我覺得佢應該就會好大機會贏出嚟嘅。咁另外呢啲嘅半冷馬咧，其實可能聽日先見到真正嘅飛數，都係8.5係即係幕後都好睇好嘅。仲有咧蘇慧賢，大家一定要小心，我覺得係可以值得去買嘅。好啦，咁啊，聽日嘅 tips 就咁多啦。祝馬年咧，聽日各位先拔頭籌，開個靚頭。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